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上年年尾九龍站港鐵展廊化身成為以未來鐵路主題嘅展覽呢？大家好，我係 Jason， 今次我會帶大家參觀上年年尾港鐵喺九龍站港鐵展廊變身成為限時展覽港鐵尋未來展。呢個展覽曾喺2025年11月15日至12月6日開放，而喺呢個展覽完咗之後，港鐵宣九龍站港鐵展廊結束營運嗰陣時，好似暫見咁，你要先喺網上預約入場嘅時候出示反個二維碼，然後職員會派發一個代幣同埋一張分流參觀卡片。喺展覽隔離會有介紹未來嘅車站同埋路線，包括有東鐵線古洞站、東涌線小蠔灣站、屯馬線洪水橋站、東涌線延線、北環線及屯門南延線。港鐵展廊嘅特備展覽啦，尋未來展。咁咧呢個展覽咧就主要，好呢個展覽就主要就講上啲我哋新鐵路線嘅發展啦。咁大家可以見到，一入到嚟可以見到咧，我哋而家暫時有3條線係有新，主要係有新嘅鐵路線啦。咁首先我哋望一望啊，我哋由最近嘅開始講，最近嘅大家知唔知係邊個站咧？古洞站冇錯啦，東鐵線古洞站最快啦。咁我哋其實而家已經平咗頂啦，大家睇下新聞。咁咧就佢就喺2027年，預計喺2027年會正式投入服務啦。咁除咗古洞站之外，古洞站知唔知附近係咩嚟嘅咧？大家有睇新聞？係叫北部都會區嗰度，即係我哋有新嘅都會區啦。咁我哋有新嘅鐵路線。咁除咗古洞站之外，我哋有一條新嘅線嘅叫北環線。北環線咧就係由古洞站一路沿住新田公路嗰邊啦，咁就去到錦上路站嘅。錦上路喺邊度？去錦上路站。咁去到錦上路站咧，佢就會連接咗我哋本身嘅屯馬線啦，屯馬線。屯馬線嗰邊即係元朗嗰邊啦。咁去到錦上路，而屯馬線除咗錦上路站嘅新嘅鐵路線之外咧，咁我哋喺錦上路站都有3個新嘅站嘅。咁包括洪水橋站啦，洪水橋站即係朗屏喺朗屏嗰邊嘅，咁有第16區站，即係近屯門喺屯門站之後咧都有延伸啦，咁有2個新站嘅，一個係第16區站，其實就係主要喺屯門泳池嗰個位置，咁同埋屯門南站，即係大概喺屯門碼頭個位置。而家如果大家係輕鐵路線圖見到屯門碼頭嗰就係大概喺嗰個位啦。咁除咗屯馬線之外，東涌線嗰邊都會有新嘅站喎。咁我哋有3個新嘅站啦。小蠔灣就係我哋而家港鐵嘅小蠔灣車廠嗰度啦。咁嗰度會有發展啦，咁就會有新嘅站啦。咁喺東涌站我哋都會加兩個新站嘅。東涌東即係但係而家係東涌填海區東面，即係但係影灣園嗰邊啦。咁我哋有個香港就會有個大嘅填海計劃啦。咁嗰邊就會有一個新嘅區啦。咁我哋就會加個東涌東站嘅。咁其實東涌東站咧，而家我哋大家如果搭東涌線咧由欣澳站去東涌期間咧，大家可以望一望下，即係搭車嘅時候可以望下右手邊，其實呢個站已經大概個形已經係喺度嘅咯喎。咁但係有興趣可以有興趣經過嗰邊去緊東涌嘅時候，可以望一望佢咯喎。咁除咗東涌東站之外，我哋有東涌西站。東涌西站即係大概日東嗰個位。咁其實而家工程都進行緊㗎啦。咁呢個預計喺2029年通車啦。好，咁咧呢個關於新線咧就係新線咧，我哋入邊咧仲有更加多詳細介紹嘅。咁都簡單介紹翻咧，我哋呢度有3個打卡位。第一個就係呢幅咁大嘅見好未來嘅一個佈景板啦。咁另外右手邊咧我就有個林峰嘅燈箱。咁我哋之前咧，我哋港鐵都邀請咗林峰先生啦。咁我哋做一個幫我哋拍咗一個廣告，係介紹翻我哋新線嘅發展啦。咁有興趣轉頭可以去翻林峰嘅燈箱嗰度影嘅相啦。咁另外都喺大家嘅左手邊咧都會有啲有個佈景板啦。咁呢度咧都可以影相嘅呢度。咁就係介紹翻啲新線嘅啲項目嘅明星啦。咁轉頭出到行，我哋入去之後轉頭出翻嚟就可以去影相啦。咁我哋事不宜遲，我哋入去睇下入邊更加多關於我哋新線嘅資訊啦。一入到門口，擺模型嘅地方化身成介紹區，介紹一啲未來車站同路線，
同埋有工程期大概我哋間嘅相主要三條片。新，我哋主要有一條新線啦，同埋有幾個項目啦。咁呢度唔同嘅電視咧，都展示咗關於唔同各項目嘅資訊啦。咁例如呢度就係東鐵線古洞站啦。咁大家如果見到有個 mon 右上角見到有個鐵仔 logo 嘅，咁就可以撳落去。撳落去咧就可以話佢就顯示一啲關於我哋項目嘅新資訊啦。咁我哋再撳下一頁，咁就可以睇到唔同嘅一啲相啊，即係我哋工程時候影到嘅相啊。咁就介紹一啲大家未必可以喺上網見到嘅資訊啦。係啊，咁除咗呢度之外，都其實唔同呢度東鐵線啦、屯馬線嘅新站啦、北環線啦、北環線啦，同埋後邊都有嘅。後邊就係東涌線嘅新站嘅一啲資訊啦。咁除咗啲新線之外咧，其實我哋都仲有一啲我哋新嘅鐵路啦，其實都有啲新嘅科技去例如用一啲綠色建築啦，咁車站設計咧，其實都係迎合翻全新符合翻環保嘅原則啦，亦都係運用咗科技咧，去令到我哋鐵路咧鐵路發展咧就更加順利嘅。咁呢度係前面咧，我哋就會有一個籌未來展嘅穿越之旅啦。咁大家手上面咧有一張紙嘅，咁咧我哋會分批俾所以咧有一張卡仔啦。咁我哋同事會俾大家分批入去嘅。咁咧轉頭咁一條片夠3分半鐘啦。咁轉頭如果睇完片想翻嚟呢度嘅都冇問題，同翻我哋同事講就得啦。咁去到前面咧，睇完之後咧，亦都可以向前行。向前行亦都有一啲我哋上工程車嘅打卡位啦，同埋一啲電子貼紙上嘅位置嘅。咁大家轉頭睇完條片就可以向前行啦。咁我哋而家有剩翻A 手裏面揸住 A 卡嘅朋友仔可以入嚟呢度睇先。而喺呢個時候，職員會講一個分流參觀卡上面嘅英文字。如果聽到職員叫嘅英文字同你張卡上嘅英文字一樣，你就要出示反一樣英文字嘅分流參觀卡，先至可以入去繼續參觀。啱唔記得講，一入到門口隔離，會見到新嘅路線同埋車站嘅地圖，然後就會入到嚟新鐵路光影之旅。係 B 咗，睇住樓梯啊！睇住樓梯啊！我哋翻啦，我哋咧場上面可能有啲靜電嘅，咁大家70年代嘅地下鐵路為你建造開前行站，出發啦！收翻錢，幾時有收翻錢？你哋邊一個程度？咩話？分到程度唔緊要。嗰啲都有。張單，你睇個圖啦，你睇張單先有睇到。有港鐵一路接上咗同步發展，從前單調嘅生活都逐漸變得多姿多彩。你睇打卡位仲越嚟越多啲。都打通咗全港交通嘅印度協會。呢個咩嚟？一站。唔單止嘅社區，無論衣食住行定旅遊娛樂，都仲有一個港鐵站喺左近。快啲嚟，一齊打個卡先，咔嚓！你係初中文
請緊握扶手。下一層係未來新鐵路嘅建造工程，而家全速進行中。有深入社區嘅屯門南延線、東涌線延線，又有前景無限嘅洪水橋站同小蠔灣站，有位處新發展中心嘅東鐵線古洞站，仲有規模最大、助力北部都會區發展嘅北環線。香港未來有咁多新發展，真係令華人期待。時光之旅已經結束，記住 follow 新鐵路發展，等我哋一齊今日起建好未來。睇完視頻之後，展示咗一啲未來鐵路發展宣傳嘅相，而喺隔離仲有一架真比例嘅翻新版 M Train。而上面就會見到唔同嘅鐵仔表情包，而模擬 M Train 裏面唔同年代嘅車廂同埋模擬駕駛系統已經關閉。考慮關就係啊下面先，係啦，喺下面都有落緊。咁你考慮遲啲啊？你 M Train 隔離有未來鐵路照相館，方便打卡。裡面嘅人可以試住工程服。前面就係出口，喺出口隔離會見到扭蛋機，呢個時候就要攞返啱先個代幣出嚟。扭完蛋之後會贈送文件夾，同埋介紹關於未來鐵路路線車站嘅卡片。今次嘅參觀就嚟到呢度，而家我就俾大家睇下港鐵展廊結束營運之後嘅現況。呢個展覽結束咗營運之後，港鐵喺裡面做過一次復修嘅清拆遷移工程。裡面嘅列車模型拆走晒，而家搬咗去站建。
我哋而家再落多一層俾大家睇下。搭扶手電梯。以前有好多人嚟參觀，而家變得冷冷清清。展廊嘅入口閉門緊鎖，同以前比較，呢度已經係面目全非。今次呢條片亦都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